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嘉义大拿自济病院的活龄运动中心合作，针对着金马提升课程的民众做验证计划，希望利用这款多元的评估整体运动，那了解到民众的运动状况，也要来推动国内健身的科技转型。教练一边注意长辈的动作，一边来解说爱维持出来的金马，这种一个对一个的运动课程，会当配合长辈的状况，随时来调整。自济病院的活龄中心，这3年来已经有200多位长辈上过筋力训练课程。今年国家卫生研究院佮专工甲病院合作，那设计符合长辈运动处方，嘛记录资料，了解长辈训练了后的成果。会比较有力量，像说平常的生活上，像说，上厕所从马桶起来啊什么，你会有很明显的就是，你的腿就是比较有力量。长辈吼，伊的身躯面顶伊的迄个肌力吼，都会有较欠吼，咱就针对这个较欠的部分呢，咱来设计运动的处方，互伊多啊训练。自济病院表示，国外有真侪报告指出，适当的筋力训练对长辈骹手甲活动真有帮助。毋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，各有观念也是无够。希望透过甲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合作，记录完整的资料，嘛，互更较侪民众来认捌这个观念。真侪中高龄的长者，甚至对肌力训练有一寡误解的内容，想讲这是毋是容易受伤啊是安那吼？所以希望透过咱遮的计划吼，会使去矫正一下吼这样子错误的观念。活龄中心指出，今年会替100-200位的长辈设计筋力训练的课程，2礼拜一届的记录，要来了解长辈身体筋膜甲生活品质的改变，希望推送长辈筋力运动的关系，嘛帮助国内高龄健康的研究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